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月26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111篇，申命記12章28節到32節，啟示錄第2章12節到17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撒旦的處所。基督徒的目標是什麼？第詩篇27篇第4節，安尼講：我對上主求一項代志，就是對伊求一項，互我一世人踮佇上主的厝，佇聖殿仰望伊的榮光，找求伊的指示。這是基督徒願望，就是一生會通一世人住佇迄個上帝的家啦，上帝的處所。如果是安尼時陣，基督徒就不應該離開上帝的道路。但是咱聖經啊看啦，也是講實際上哪有人會去拜偶像離開上帝呢？基督徒是應允的選民，這是咱昨講到的，就是要來得救、領受上帝應允的人。所以因為安尼，摩西佇教導以色列人的時陣，就愛經常受提醒啊，摩西就提醒因着愛遵守上帝的誡命。申命記12章28節到32節，咱先看28節的記載，安尼講：我所命令恁遮的話，恁着遵守聽從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好、看做對的事，安尼恁甲恁的後代就會永遠得到福氣。摩西進一步講，對29節開始，迄標題講毋通拜別個神明。上主恁的上帝佇恁的面前，將遐個國的人民趕走、消滅，互恁佔領因的地，佇遐徛起，迄時恁着謹慎，毋通佇因消滅了後學因。煞陷落因的網絡，毋通探聽因拜神明的事，講這的人民安怎服侍因的神明，我嘛要安尼做。恁毋通用因的方式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因為因服侍因的神明的是做上主痛恨厭惡的事。甚至燒因的囝、查某囝，獻予因的神明。我命令恁的，恁攏着切實來遵行，毋通加添，也毋通減少。摩西特別提醒以色列人毋通拜別個神明，其實這嘛毋是第一拜，伊個嘛毋是講真特別，因為佇出埃及記20章，摩西佇咧領受上帝10條誡時陣，就已經真明白禁止因袂當拜偶像，因為除了上帝以外，無有別個拯救。摩西10條誡中間特別強調，上帝是極度節海的上帝。伊的子民若是敬拜上帝，上帝就一定會來處罰。好，那親像今日的經文所講，這的拜偶像神明，獻上家己的囝甲查某囝，這人同款。敬拜偶像是奉禁止的。因為敬拜偶像就是離開上帝的道路，
带入去伫迄个撒旦魔鬼的家。咱看启示录第2章12节到17节的经文，标题安尼讲：互伯加摩的教会的批。你伫啥批互伯加摩的教会的天使讲？有双面来的剑，迄位安尼讲：我知你住叨位，就是有撒旦的座位遐。你有坚守我的命，是毋是我忠实的见证人安提帕伫恁中间？就是撒旦大的所在受杀害的时，你嘛无否认对我的信仰。毋过我有几项代志要甲你责备，因为伫你遐有人接受别人的教示。这个别人有甲巴勒去引诱以色列的子民，互因食祭偶像的物，搁行奸淫，亲像安尼，你遐嘛有人接受尼哥拉党的教示，所以着悔改。若无，我连边会去你遐，用我喙内的剑。甲因交战，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因教会，这个教会所讲的话。得胜的人，我要将保存起来的吗哪互伊，搁要互伊一块白石，石一顶面有写神的名。这个名领受的人以外，无人捌。今日读经的分享的标题牧师用西班牙语写，因为呢，牧师以前所住伫加州有济的地名，甚至这的街路名，拢是用西班牙语写的。我到美国所住的第2个厝的街名，就是叫做 Diablo。这个家名正做我甲一位天主教修士中间的分享对话的内容。阮对这个家名讲到对信仰，也提到着亲像今仔日启示录的经文所提醒的，因为咱所住的所在有济的错误的教导，有济的挑战，所以基督徒就爱会通悔改，就爱忠诚。就算是住伫迄个撒旦魔鬼的家，还是讲伊的城，咱嘛都爱对上帝忠心。诗篇111篇，着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！着称赞上主。伫正直的人聚会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。伊的作为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赐美牛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，将列邦的土地赐予因。伊的手所做的信实公平，伊的律例确实有效。永远袂改变，照信实公正制定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立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照安尼遵行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
求主帮助阮，虽然活伫这个世界，但是阮的心上帝，忠心来服侍上帝，毋通互阮入着迷惑，会通警醒持续来服侍上帝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